當我哋仲記得喺上個主日，我哋嚟到聖誕嘅馬槽前，東方博士手捧住黃金、乳香同埋沒藥呢啲貴重華麗嘅禮物。今個主日，牧羊人帶嚟咗啲咩禮物呢？喺聖經嘅記載裏面，佢哋似乎乜嘢都冇帶，兩手空空嘅嚟到馬槽前。佢哋冇積蓄，冇寶物，甚至乎帶住一身羊圈嘅氣味。但喺上帝眼中，佢哋獻上嘅係一份極其珍貴嘅禮物，嗰個就係見證。路加福音所記載，佢哋睇見之後就將天使論這孩子嘅話傳開了。可以話牧羊人就成為咗新約歷史當中第一批嘅傳道者。佢哋冇受過神學訓練，冇華麗嘅言辭，只係單純咁樣將所聽見、所睇見嘅事如實咁樣講出嚟。咁帶俾我哋極大嘅安慰同埋提醒。因為好多時候，我哋以為要獻俾上帝所謂最好嘅嘢，上帝先會悅納；以為要有足夠嘅善行、足夠嘅奉獻、足夠嘅才幹，先至配得獻俾上帝。但牧羊人話俾我哋聽，上帝最睇重嘅禮物係我哋真實嘅生命見證。當我哋願意敞開自己，向人分享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嘅作為，嗰個就係獻俾耶穌基督最好嘅聖誕禮物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年我哋又獻俾耶穌基督一份點樣嘅禮物呢？基督徒真正嘅喜樂唔係逃避現實，而係喺平凡現實生活當中，因為遇見主，因為揾到嗰份生命嘅使命，所以我哋有真正嘅喜樂。阿門。